喂，那边的小子，知道去鬼天盟怎么走吗？知道啊。你们去鬼天盟干什么？不关你的事儿，乖乖给我们带路就好。当然关我的事儿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鬼天盟的一员啊。哇哦，中奖了，竟然是鬼天盟的人。不过，你们不都是喜欢戴着奇怪的面具吗？总之，如果你们不说清楚来意，我是不会带你们去基地的。臭小子，口气很大嘛！速度不赖，有点意思。还是劝你不要反抗比较好哦，真的会死的。对不起，请到此为止吧。小心啊，鬼狐！他们是，你们是谁来着？不用担心，他们是我的客人。客人？可是……好了，金，这里不会有事的，你先回去吧。哦。您来的比约定时间早很多啊，雷师大人，还有雷师海盗团的各位。雷师海盗团，准点守时并不是我们宇宙海盗的风格，先发制人才是我们的传统。先发制人嘛，那还真是个不错的习惯。这次的情报到底是什么？最好是有足够价值的消息，我们的出场费可不便宜。我想之前的几次合作应该已经证明了我的信用，放心，绝对不会让各位失望的。原来如此，的确是值得撕咬的好猎物。没错，如今对方的实力大打折扣，要对付他正是千载难逢的时机。但即使如此，受伤的巨兽依然是巨兽，不是一般的小猫小狗能图谋的。也只有雷师大人和您的团队才有进行这场狩猎的资格。说得不错，那么你又能从中获得什么呢？鬼天盟的鬼狐天冲，我们这些实力卑微的人，就像依附在狮群后面的猎狗一样，只要能跟着捡点碎肉就满足了，不值得雷师大人操心。哈，还真是会说啊，猎狗嘛。不过我猜，如果狮子因为狩猎受伤的话，大概你们也不会介意扑上去对狮子撕咬一番吧？你怎么了？要打吗？雷师大人，您说笑了，我们哪敢？敢也不要紧，只要你们做好觉悟的话，死亡的觉悟。总而言之，这次是属于雷师海盗团的狩猎，你们鬼天盟最好不要插手，后果什么的说过了。我们走。这就完了？不打吗？雷师大人，鬼天盟可以不打扰雷师海盗团的狩猎，但是也请您相信我合作的诚意。毕竟凹凸大赛中什么都有可能发生，说不定什么时候您就会用到我的力量。合作？哼，那是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能成立，只会说大话是没用。呵呵，是不是说大话？不试试又怎么知道？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好吧，那就让我来测试一下。只要你能承受我的一击还不死的话，我就承认你与我没有合作的资格。如您所愿。
你说什么？鬼狐大人被人围住了，对方是雷氏海盗团。不是吧？是那个雷师？你快快的！不要紧吧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怎么能把鬼狐大人一个人扔在那么危险的地方？但是鬼狐说不会有事啊！啊！全体集合，我们要去支援鬼狐大人。是。出发！鬼狐大人！鬼狐大人！你们怎么来了？鬼狐大人，您不要紧吧？没事。你看，我说了吧。对啊，竟然能和雷氏海盗团周旋，这么快就鬼狐大人，早就猜到会有问题了。大家先回基地吧，我有些话要说。是。真没想到鬼狐天冲竟然还有那种能力。雷氏老大，这么留着他真的没问题吗？我觉得还是把那家伙的势力趁早解决掉比较好吧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我在城啊！鬼天盟的实力确实需要重新评估，现在看来，他们比想的要更有威胁，想歼灭恐怕也要消耗相当的战斗力。大哥，鬼狐天冲的小算盘就随他们去好了，我们还是要关注眼前的大行动，这次不容有失。是，而且，就算鬼狐天冲真的敢针对我们，那不也是挺有意思的吗？各位，请听我说。从鬼天盟成立开始，我就对大家有过承诺，一定要带领你们通过预赛。如今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但我们之中能够进入前100名的仍然寥寥无几。我们鬼天盟在那些强者眼中，还只是一群弱者的集合。但是，你们仍然在这里，仍然将自己当作鬼天盟的一员，仍然相信我鬼狐天冲的承诺，而我也绝对不会辜负了你们的信任。现在，我们的机会终于来了。鬼狐大人，难道说？没错，各位，你们期待已久的大行动要开始了，为了我们鬼天盟百死百生的大计而战吧！百生。真是一群笨蛋。